做调查，几多上60岁嘅大哥大姐，就算退休嘅，还是想要学新嘅东西，各有自我突破嘅热情。发扬同学会特色设计3种挑战，共下讨论选出1个项目，大家再忙勇敢完成。准备了，推能共下展开一场去派对追梦里场。我们跟孙姐是20-30年前歌唱比赛的时候认识的，因为他们很喜欢唱歌，我也很喜欢唱歌，所以就开始会跟他们就有互动。我们3个感情情同姐妹胜过姐妹。美兰姐就是佢特別來當水河啦，家人啊，當好麥，特別來到呢啲屋企，就像姊妹，前姊妹都冇安情，非常像融入一家人，都是我們像我們家的一份子。其实，在早期觉得家人很重要，可是到现在为止，因为就是孩子们都忙啊，我就觉得说，我们还是要找自己的老伴。我们感情都30年嘞，30年，人生有几个30年哈？就讲我哋共开始同快乐，没分彼此，没有分彼此，都不会分你我啦。就是好在心里啦，就不是一些什么人家所谓的什么酒肉朋友，或者是有利益。为什么会变成那么好的朋友，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缘分啊。对对，3个都要进去，然后开心。我今日来到新竹竹东爱拜访的呀3位太子，因为睇各自嘅2位如係新生级嘅哟，客家語言同文化團能強強下，聽講呢，因為今日有姊妹嘅氣氛，我嚟拜訪伊哋。我谢谢你去我买是啊，是的。聽到生嘅哦。群主記，一早你來了呀，伴娘，多謝，謝謝。哎呦，做個安醬哦。嗨，對，木蘭記、球陽記，很有喊哦。按奏。哎，按奏。嘟嘟就好誒，老扮演啦。哦，跟人嚟睇書。好啊，要弄，要弄我。係，我看啦。蘇氏30年過界嘅3位太下子，雖然已經上60歲嘅，看起來還係長奶奶嘅氣質優雅。佢當然因為加入客家合唱團變做好朋友，唔但唱腔下去各地做文化交流，玫瑰碟又抽腔下材料，感情比親姊妹還個好。弄好唱歌是。拜託幾號咧？我有個社團是很幾來教我哋在唱歌，他愛客家話啦，有客家歌，全部其實很愛老師。原來真唔係客人哦，有沒有？哇，客家講都啱好呢。老師都叻。哦，你係美蘭姐教嘅哦。客家嘅這個客家語講係兩個講是嘅，嗰位就愛教嘅，因為第一講嘅當好擂茶吼，你睇嗰個安尼。到處世界各國去擂茶嘛吼，跟擂茶歌啊種愛寫嘅。哦，愛寫不就有不同嘅。哦，擂茶本人是愛有創歌嘅。創歌啊，擂呀咧。那宿師創歌嘅宿師誒，阿農要變啊好嘅朋友咯。哦，因為啊，佢帶峨眉咩吼，峨眉佢嚇叫活動太緊咯，咁係啲桃園市嚟了，跟佢了啊，係一當上我帶佢去。很佢講帶我去安尼手拳啊吼，看茶食茶，所以就變好朋友。古早秋香節唔卡喺人嘅度假別墅嘅咩？天一家第二個家，娘家。按點去哦。好。度假山莊落去誒，伊個去我卡，我去服侍阿婆喲。煮雞就會選古豬腳，煮飯黃派派。可以選乜啊？就煮乜啊？啉東方美人茶。當然有好食，我都按好咯。好朋友啊！
通常都是吃的话，美食的部分就是秋香姐姐嘛，那个出主意就是沈老师啊，去你家吃饭好吗？你煮的鸡酒很好吃啊，都不会分你我啦。谁做的料理最好吃哦？那当然是我啦，因为他们喜欢吃啊。恁等上嘿，安尼叫他煮没？嘿啊，我安尼头头其实开始录之前，3个姐姐唔要安尼啦，安尼啦，唔要安尼啦。伊咧做哪是唔得有2个以上的西门人啊？吼，有上面有韩国嘅哦吼。有意見按意見會動到哦，安尼鬧嘢啦吼。他改输入某公用。安尼今日咧夜班我煮用咩呀？煮鹹米吧。煮鹹咩咧？姚姐講有創意嘅，係哦，那个红曲酒娘甜湯圓。從誒老嘅整到來。做樣子還可以啦。模樣啊！我你做不好哦。哦呀，哎呦，有3個大廚在這，金鐘哦，金鐘哦，很香哦。你啊用的是生滿選料呀？你下吼係講衛生啊吼，安尼是唔會講啊。都太皮唔啊鹹哈，唔鹹鹹，是咪吼溜溜起來啊吼，但是啊，落在表面吼。評審都安尼啦，安尼骗唔到哈，咁對。但是呢又講話，平常是冇講過嘅。聊起來沒？聊起來。好。哦，這個咧暗香。好，安尼都好誒，係咪？誒，好嘞，好嘞。耶，剛剛你除了鹹咩？香菜啊，好嘞。裡面還有啲創意料理哦，係咪？好，紅曲酒娘湯圓。也給姚姐講4瓢，甜酒娘也是，都對比都正常。一塊12錢，一開始看會有酒，哦，那酒是濃淡哈，就看我們需求。那你啲行是先落啲紅曲哈，落去倒落去哈，咱有啲酒釀落去倒落去，倒落去。啊，地瓜也天然養生的，所以安尼哈用料啲代替它的一點甜味。哦，啊，你也勾芡啦吼，你也本來用太白粉。太白粉是修飾澱粉啦吼，是都是好為通尿片啊，所以啊，你有養生是啲葛根粉哈是。不是用的這時常吃到姚姐創意料理，係咪？一個月最少100到200哦。哦，我常都走在這內咧哈。我們就水果蔬菜哈，哎，是表了地毒手咧，前面當簡單，好，哎落去哈，啊你吼焦焦的啊哈。來石板鹽，哦，石板鹽哦，圓圓滿滿哦。多多飲吞海南水，中酸又好吃的。啥嘛是？有啊，是沙皮哦。又養沙皮啊？啊，沙皮。終於懂有啦。哎哈，板正哦，板正長 Q 哦。哪有吃條咩？我也當鐵片嘅人冇試過。好食哦。加水果嘅呢？梁上挑絲去咧，哦，梁上要挑講。那蓋酒啊，全世界表演咧。哦，哇，人真係多才多藝。如果你三啥都懂會煮，啊，如果上副是對方煮嘅東西，係咪？我要第二種。你有機會試。我覺得雪天呢冇做。因為我的專長是拍照誒。哦，冇怪哦，頭都冇人知哈，中眼的工作人員唔容易的，小。你去按到相片拿來看啊。按到相簿呢，迄唔拍嘅哈。係啊，就做過的啊，30年咧吼。文化交流。哦，你叫我出去了解呗，係咪？韓國文化交流誒。你也是土樓啊。後生時期神奇嘅事情，有人應講沒講唔會說。三萬年都係為客家文化出心來做，如有同樣嘅興趣同教義做嘅事情。對於人來講，唔是特別愛去紀念乜嘅，因為人相處做如像如客人用嘅按吃菜嘅。呀拜，我要講到重點嘅姐姐們，因為啊，我呀拜按永慶做的熟食太假，啊，我哋花樣同學會啊，都會提出挑戰，本太假線哦，好，啊，我認識人以後，我提出上咩，本能透過哦，好，第一點，我想講能有音樂啊，也都要按厲害，按多才情嘅哈，啊，我哋都做一啲挑戰，冇同樣嘅，我哋以後啦啦隊哦。啦啦隊啊！
咁前像姊妹用嘅2033年，應該送本人哋乜嘅大膽又突破嘅挑戰呢？各位唱歌嘅日頭睇下子，應該嚟辦一場自家嘅小型戶外演唱會。此外，人哋國教育做文化活動，未做得來學童兒來辦成果展，展現出另外一種學習能力，也係挑戰長春發力的啦啦隊表演來大膽突破人哋關係嘅生活方式。小型音樂會啊，嗬，對我哋來講啊，嗬，因為我接嗰啲台燈演唱，也喺啲台下看人演唱，所以安陽縣對我哋話哈冇稀罕啦。要是難不倒我們啦。他們負責表演，觀眾我負責號召觀眾。第二個提到拉陶，其實我也覺得蠻好的。陶瓷我也不曾做過了，會擔心拉不出完整的東西。審查都冇去做過。像我哋實從我唱過嘅啊。陶藝我都從未唔做。陶藝記得從未去。佢去做，我還沒唔去做過。哦，其實做過啊，只有啦啦隊喺同我審查唔識做過嘅。哦，啊，啦啦隊你審查，咁我做得未？你咁挑戰可能。我做得冇。唔看我哋做得。你雙雙啦啦隊做嘛嘅？啦啦隊就是表演啊。啦啦隊就加油。沒有啦啦隊啊。按鍵單。我想象中的啦啦隊啊，就是加油啦那種。我們是以為是說，哎，那種啦啦隊那很簡單啦。啦啦隊我就只有在電視當中有冇嗬，就看到講哦，乜個棒球賽嗰個開始嘅啦嗬，那邊乜個比賽乜個嗬，開始啊，就有個說當後生嘅說嘛，嚟跳嗬，加油啦你嗬，挨到就唱到講，就可能就硬年啦。嘿，還有比賽，還有哎，你看起來很韻律感不錯哦。你平常有跳舞嗎？冇啦，沒跳舞。你知道做得冇你？呢種我今日就做啦，做得。你知道做得，我就做得咯。哎呦，嗌！你起頭走的嗎？嗌當然咁我做得，那麼本人偷㗎。我講講，啦啦隊從人哋愛用嘅身材，也是這樣，冇痴心啦。哦，會哈，唔會能保持得當好誒。因為在我的感覺裡面，啦啦隊就是穿的那種服裝很令我羨慕，就美美的，很活潑。對，唔識做過，所以就講啊，大家是看下啦啦隊嗬，看大家自家人哋做嘅條衫啊嗬，看我變後生喎，所以選啦啦隊啦。哦，有信心嗎？是沒信心，沒信心。有信心嗎？是沒信心，沒信心，有信心，有信心。做乜東西要有一張目標，係，對吧？設定一個目標，勇往直前。哦，那有做得完成，好嘛？有信心就成功一半了，是3公一半。頭先最重要，我2-3公做得咧，你有信心嗎？有，做得咯。你都講做得就對，我聽咗。係啊，我聽中唔聽中，鹹白是冇好聽。係啊，啱。啦啦隊唔單止係社團活動，還個係國際嘅正式運動項目，靠人嘅眼神、手腳嘅協調、應援術嘅體力、節奏感同團隊嘅卡模壓倒。為到一擺挑戰成功，是一年還想要第2年如期學校去拜訪啦啦隊教練。也就係全世界嘅母校吼。係啊。不過唔係講你嘉義人哦，侬愛讀新竹嘅高中哦。社奧台咧吼，我上來開始讀書，全部社奧研究所畢業開始我上來讀書，讀光復中學，然後元培醫師科技大學，然後學士。他也個進修啊。我足足讀了11年的書，就沒有一直從就開始一直念着。哦，嘿喲，安真知呢。新竹光復中學嘅啦啦隊成立到今19年呢，就特別學校去參加台灣、新加坡、美國等國際比賽，得到幾多獎。你係一擺學啦啦隊屯公開成個位地方哦。預備，5、6、7、8。
走，1、2、3、4、5、6、7、8，2、2、3、4、5、6、7、8，3、2、3、4、5、6。你好，姐姐们呀，还怡静老师，然后大家叫她拉老，拉老好，对对拉老。然后今天带3位姐姐来拜师，是哪里？可不可以先请教练跟我们说一下，到底什么是啦啦队？哦，我们啦啦队其实它就是在场边鼓舞士气，那比方说在篮球场鼓舞士气的一个运动。但是因为我们学校啦啦队有两种，一种是舞蹈啦啦队，就是在平面跳舞的，然后一种是要把人抛起来的。这2个你们都认识吗？有没有印象？对，有没有印象？有一点，曾看过了，曾看过，都是看电视上的，对，我是都看电视上。你们想看一下吗？好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啦啦舞蹈队，展现一下什么是啦啦舞蹈队。好，来音乐下。在动作里面的展现就是要很有力气，然后它有一个跳跃的动作啊，然后手部的姿势动作，好青春洋溢。对，没错。哇，原来他啦啦队那么难学，他们还要劈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啦。很羡慕他们年轻。好棒。你来到公众你那一会呢？姐姐们刚刚看感觉如何？很棒，很精彩。但是我们都不会。可以，我们等一下会教你，所以不用太担心。那我们接下来有另外一个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招牌的，就是另外一个竞技啦啦队。好，来，竞技啦啦队。好，接下来我们要展现一些技术动作，对。再来就是展现柔软度的动作。好。OK。什麼朋友半個細嘅朋友咧，非常容易，對不容易，對啦，這都重要啦。捱到就想講啊，捱到三十，但係係咪有半件就捱講起來咧，得容易要得下來，但是捱到中滿，捱到緊張，要好好思考一下哦。对，想要被抛还是要抛人呢？因为他们接不住。接不住，因为他们那么苗条，我们那么不会，男生都很壮哦，没办法。尤其是他们那个摔的那种哦，那个我们不会叫我们做这个吧？我们是这样的，不会啦，他哪有可能叫我们做这个？我们应该第一个舞蹈的感觉那个啦啦会难度稍微可以比较容易介入一点，对吧？太难的就不用，太难就不用担心，可以的，放心，可以的，不用太担心。老师，你有教过这个年纪的啦啦队？曾经有过啦，真的，我曾经有教过，对，所以不用太担心。所以我刚一直说放心，不要太担心。对，没问题啦。有没有比较安心？银发族的现在很流行，对，现在银发乐活银发族啦啦队，对，可以。空音表演項目過後，早等如果評論給到學生嘅來強下練習唄。就平常嘅流程，如果先對音內列的暖身來勁開始，讓做得來進行快速伸展機體嘅訓練。8、9、10，好，放鬆。好，那不然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学校有一台拉筋，这个就是像开车一样，方向盘给它转下去，就会越转越开。好来看你可以开多少？对，可以辅助伸展。来，再多一点。我们这个已经超过180度了。哦，有没有看到 ？over 掉，好，停住，还可以吗？往后不会吧？应该是不会啦，不至于。对，好 ，OK，好，待会我们试看一下你们的角度可以开到哪。好 ，OK， 我把它你先开到这。好，这样回来。好 ，OK， 把它转回来。好，转回来。我们不用像刚刚那位同学。对，好来，对，想要多开就有多开。哦，不错哦。再。你会哦。好，还有傻屁哦。再来，哎，不错哎。再来。请问一下，你有在转吗？转快一点吧。好了，不错，有感
他们一字形呢，我们八字形都没有。哦，第一次尝试，如何很开心的感觉？可以了，可以了，不要了，这样可以了，确定可以，确定了 ，OK， 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谢，对，给他转下去，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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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不行了，快不行了。審查當中啊，捱最唔壁，來唔開，竟然來唔開，捱筋骨啊，我生硬膠睇嚟，審查點解都捱最硬膠啊？你有冇改進？是不是？一天要多少的時間來？大概你可以10-20秒，20秒之後回來，然後可以，如果你的軟度夠，那你可以再撐久一點，沒關係。或是看一場電影就是這樣坐着，都不要放掉，看完電影再拉開。對，你可以啊，拜託，可以啦，不錯不錯。因為他小時候也是跳舞嘛，这样。那啦啦舞蹈队的动作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动作要整齐划一，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握拳的时候的动作。好，握拳的时候来五个手指头打开来，这个手指头折起来，然后大拇指再放出来，然后这个是拳头的眼睛，所以要朝前方。好，大拇指要放在外面，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要很有活力，就是一定要露出你的笑容，牙齿要露出来，嘿，对，牙齿要露出来啊，牙齿要露出来啊，牙齿啊，对，就是要笑起来。好，我们现在要教踢腿的动作，那我们先把双手握在你的腰际上，那在踢脚的之前要先颠2下。好，来，预备，一起做一次，预备，开始，1、2、3、4、5、6、7、8。2、2、3、4、5、6、7、8 ，OK。跳的时候你一定要离开地面，你不可以把脚粘在地上。好，先跳2下，预备，5、6、7、8，1、2、3、4，好，来5的时候踢右脚给，好，左脚，好，收回来换左脚，好，再右脚，好，再左脚，好，踢旁边，好，踢左边，好，在右边，好，在左边。OK， 这样可以吗？好，我们一起哦，来，预备，5、6、7、8，1、2、3、4，前，旁 ，OK， 可以吗？好，我们所有的拍子，好，1、2、3、4，来5举右手，5、6、7搭在一起，握拳搭在一起，对，然后外手叉腰，这手叉腰。7、8走，1、2、3、4，1、5、6、7、8，2、2、3、4，旁边5、6、7、8，好 ，OK， 快的咯，5、6、7、8，1、2、3、4，右左，旁，并腿。不是没有跳过，真的是没有跳过。啦啦队我真的不知道说要跳舞呢，不知道说要学跳，学那个踢腿还是什么，都抬不起啊，脚啊抬不起来。2、2、3、4，装可爱，7、8，3、2、3、4、5、6、7、8。4的时候做一个 K 字 ，K 光复的 K 字，是对。好，拳头在前面，对，握拳。好，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前弓后箭，可以吗？对，4、4、2、3、4、5、6的时候绕手、绕头，然后7、8做 clean 的动作，立正，对。K 出去绕手 clean 的动作，5绕头，7、8 clean，K 在这里，对不对？好，绕这边，然后做 clean 的动作。因为那时候突然就是手要动，脚又要动，突然手脚就我的最困难的点，我觉得我会搭配不到那个动作，就手要动，同时脚又要动。来，预备，5、6、7、8，1、2、3、4、5、6、7、8，2、2、3、4、5、6、7、8。来，预备，5、6、7、8。
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老头7、8。5、2、3、4、5、6、7、8。6、2、3、4、5、6、7、8。你跳个tango，佢慢慢的，我该3、5步嘛，跟拍動慢，你個啦啦隊按腳踢唔到，你看我條腳步根本都來唔出，吼，我踢腳咪踢唔出，數腳一鉗咪鉗唔出嘛，所以哎呦，當跳對我條來講，真講當困難。6、2、3、4，老頭7、8，給自己掌聲一下，耶！很好，努力記。對，沒錯，就是要這樣，只要努力記。现在还可以吗？可以哦！哇，我終於聽到你說可以了，太棒了，給他掌聲一下，耶！筋骨可以，這裡要裝可愛，裝可愛，可以嗎？裝一下啦。對，很好。好，來預備，5、6、7、8。1、2、3、4、5、6、7、8。2、2、3、4、5、6、7、8。換邊3、4、5、6、7、8。OK， 屁股要翹起來，然後踮起來。對，快，翹一下。哎呦，不錯呢哦，不錯，很好，對。好，來再一次哦。5、6、7、8。2、2、3、4、5、6、7、8。我本人感覺啊，尤其跳舞嘅藝，我好日嘅啦啦隊嘅舞應該唔會過難，冇想到一下會聽唔到呢。韓國唔是講係啊權姐姐，唔過我感覺個似係啊平常冇馬體運動嘅權主姐，而係千樂個呢。而感覺也係個似咩嘅挑戰，係睇上下一擺要搞其他嘅一個老人家嗬。啊唔過呢，就像這團梅蘭姐，而呢都感覺佢唱架個緊張，尤其係梅蘭姐，我感覺而佢唱又想去打退堂鼓哦。嗰種呢呢度為難而呢，我隔天我來安排游泳運動嘅教室，是在加強訓練，對安撫而人嘅心情啊，緊張嘅氣氛會更冇安強一些，希望而呢會加個狠來練一個啦啦隊。你一定要告訴你自己可不可以？可以。對，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的嘛？我剛剛已經說過了嘛。可以，對，相信自己。好，謝謝老師，謝謝。我覺得這是不管學得來學不來，因為這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很好的運動。客家有一句話，量到你的豬頭，就會讓你撒爛了。他們很高興，你看很幸福，反而是我哈，比較會緊張，因為我覺得我如果演出不好，也會影響到他們兩個嘛，所以我也希望，所以我的壓力是特別大，因為我自己體力比較差。我們現在感染到他們，我們當然是會變年輕啊，心情上變年輕。現在既然來挑戰了，就覺得很高興，很累。可是我們又很高興，這樣。應該在這裡吧？哦，對，我們然後舞蹈。來，孫老師，來。有氧舞蹈嘅訓練唔但強做得加強體能，提升機體嘅協調性，對肌肉嘅調節，還有雕塑人生嘅曲線都有一定大嘅幫助。係舞台表演同訓練自信心改等陣嘅方式。我們在啦啦隊的過程中，你會發現很多的手背的動作。當你們在昨天練習的時候，有手背的動作嗎？有。然後在舉手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有什麼樣的現象？就是跟不上，然後他們還有高度呢。踢的時候，我們踢不沒辦法踢到90度肚臍眼的位置。那當你的手一般人家叫你的名字舉手的時候，你舉起來的高度會是在耳朵旁邊的嗎？好，我們來現在示範一次哦，來預備，姚姐，有，
哎，不错啊，是在耳朵的高度啊。好，再一个梅兰姐哦，有一点偏哦，有一点偏哦。耳朵，手臂感觉要跟耳朵在一起，越来越好。对对对，好，再来一个这个秋香姐，有，不错呀，很好。好，帮我先来帮自己拍拍手。好，我们现在需要用到墙壁，运用墙壁来开展一下你的后背的位置，坐在你前面的位置。好，看我咯，右脚前踩，左脚是后踩，右手臂的位置好像旁边就是你的好朋友一样，是紧贴在一起的。对，试着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屁股不可以推，屁股不可以推哦。OK 哦，好，我们试着的带一点的眼神往后面2点钟的方向，看着你自己的手肘。看着你手肘到2点的位置，不要后倒，身体不后倒，身体不后倒，挺胸，对，这样，好，再往后一点点，来到3点钟的方向，这里会不会不舒服？下不来了呀，哦，紧绷了是不是？哎呦，不错哦，秋香姐，不行了，好，慢慢的拿回来，可以吗？哎，目前为止还好吗，朋友们？好，没有睡着，还好，很棒，轻轻的酸，就是主要这个淋巴这边腋下，就是好像把筋都拉开了。不曾做这个动作，很不错。那你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手脚非常不协调，手脚非常不协调，我就是会跟不上那个。有时候动作的安排1、2、3、4嘛，他就5、6，他就因为我们4了，全脚又他4了。5，又是这个脚，对，还有多踩一步。有时候不协调，不是因为自己本身问题，是那个动作安排设计的问题。对，但是除了这个动作设计之外，本身我们自己主要的条件就是我们的协调性。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在我们啦啦队过程中要去加强你们身体跟音乐的配合度。协调，没错吧？对。先跟我左脚踏步，1、2、3、4，我们先练习踏步，7、8。好，落地的时候要轻一点，小声，1、2、3点，1、2、3点，跟着我一起，预备 ，Go， 左右，对你好像听到了音乐一样。我们要走3步1个点。1、2、3点，2、2、3点，1、2、3点，拍手，手指高，2、3、4，1、2、3 ，Go， 1、2、3点，1、2、3，嘿，身体不要歪，后退，Go， 1、2、3，甩，身体不歪，你的手要拿好，身体不要歪，对，就是出去，真的就是滚出去，对，你要有那种意识力的去 take 一下 ，Go， 1、2、3，上，挺胸抬头，挺胸微笑，1、2、3、4。我觉得这个动作就基本上就让我的腿部都运动到了，然后连手，右，对，结果肺活量也出来了。1、2、3，上，声音在哪里 ？Go， 2、2、3，手臂贴耳朵，声音，1、2，秋香姐在哪里？嗨，再一次的1、2、3，上，最后一个1、2、3，OK， 非常谢谢大家的配合，辛苦了，咱们美丽的姐姐们，谢谢老师。好，试试看，我们试试看。好，来去啊！1、2、3、4、5、6、7、8， 1、2、3、4、5，不是，我跟你说，他手上去的时候要5、6、7、8， 1、2、3、4、5、6、7、8， 1、2、3、4、5、6、7、8，果然。装可爱啊，弓箭步，还爱用吗？那第一阶段先练手啦。1、2、3、4、5、6、7、8，
2、2、3、4、5、6、7、8。姐，我们3个里面最乐观的就是瑶姐，偶像包袱也要做得好的啦，孙姐。对啦啦队，其实我是及格的啦，在我的理念里面，我一定最起码要及格的标准，因为我们在那个考试的时候60分是及格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念。你记性下唔好，记个脚步啊吼，挨尾记下记唔得，嗰條動作就，所以是，但是挨尾動，愛動歡喜，落去學習啊。1、2、3、4、5、6、7、8。1、2、3、4、5、6、7、8。2、2、3、4、5、6、7、8。再來1、2、3、4、5、6、7、8。2、2、3、4、5、6、7、8。真可愛耶！該攏是練習的時間無老師教啊，還是用啥參參，按多啥參參上上，唔係錯嘅唔錯哦，因練，反正練的腳步較強，手還會卡樣。哎呦，對對對，現在就自己在練習的。這5、6、7、8的，還有，這第一個動作哈，好，再來這個就是第二個動作就是這樣弓箭的，裝可愛過了就這樣。1、2、3、4、5、6、7、8，對，5、6、7、8。進場1、2、3、4、5，跑步的1、2、3、4、5、6、7、8，就7、8擺好。定位1、2、3、4、5、6、7、8。1、2、3、4、5、6、7。刚才你好，出来下花样同学会，2勺附近吼，该有个嘿打，见，哦不那会讲，特别金毛安尼，做得冇？做得，做得。哎呦，想法当好啊！哎呦，安尼，无强势，做得，啊无强势，比如讲有黄啊有红啊吼，有蓝的安尼吼。俺们第二啦，迄阵也个啦啦队线上上课的时间，一群姐姐啊，因为手都讲唔得咯，感觉这个切对做唔到诶。啊，后来呢，俺都去安排因呢去做有氧运动，去唱好多许多，也过唱甲个有信心的吼。人家因提做，俺不但唔比因呢，我做嘅动作，可能是因呢好多的嘛嘅。姐姐，能提做嘛嘅？线上教的系咪？系啊，用嚟做拉筋啊，教藝用嚟做。我你弓箭步，嘿，嘿，要不后脚要直。是我打破了。要再弯一点。哎，對對。啊，剛剛有蹦出係咪？給你有換手，換手。好，換左邊。好，再畫一圈，係咪？畫往後畫。停一下再做。我今天可以嘞。重點係能有練舞冇？哦，有練啦啦隊嘛？有，我當熟，感應整練。能練到前後嘅動作係嘛5、6、7、8。我可以用我的笑容讓大家注意我的笑容，不用注意我的動作，我覺得也是很棒的。好，手打開，手平舉打開。好，我們數拍子一起做一次哦，來預備，5、6、7、8。1、2、3、4，抖彩球7、8。2、2、3、4，抖彩球7、8。3、2、3、4、5、6、7、8。4、2、3、4、5、6，搓一搓。1、2、3、4。一開始的話，就要我們這樣整個跟着他們的隊伍一起跳，就覺得手忙腳亂，這個是最恐怖的。腳的部分還睇唔到，撲的部分啊，幾下腳，其他就還做得啦，卡數啊、踢腳啊，就還做得。跳躍，先要做跳躍，預備5、6、7、8。1、2、3、4、5、6、7、8。
走，要准备，你们不要再走，你们不要走，对他们要跟你们并在一起，然后手背在后面，好，走并在一起 ，OK， 颠，右脚，左脚，右脚，左脚旁边右脚，5、6、7、8，颠，右脚，左脚，右脚，左脚，旁边停 ，OK 可以吗？可以吗？这个时候要退到后面，准备拿口号板，然后他们往前走的时候，你们要同时你要带队，哦，你就直接往后面跑，好 OK 退，好去找他，啊，妈妈你们是走这边，对，好你们这边，啊你要负责带，来走这里，你看这个黄线，你对这个黄线。好，那姐姐到了，来过来。最重要，今天要追加的就是要记住的位置啊，因为最后要拿那个我们的花样同学会的那个招牌呀的困难度又增加了，然后好像一下子就有一些记不起来2、3个动作。到时候后面会有口号板啊，会有口号板，所以你们在这里之后站1个8拍，原地踏步1个8拍，然后之后转身，然后摇1个8拍。好 ，OK， 我们要准备来前面的换位置了。对，右边先摇4拍，左边摇4拍。好，回到胸前，你要在这里。好，你要在穿这个洞。好，我们一起往前走，跟着他一起往前走，来往前走，走。对，好，走到白线的位置 ，ending 位置给我，赶快坐下。好，不要动，你来这里这个位置，这边。好，你是这个位置，然后对，你是这个位置，没错。好，这样可以吗？这是最后结束的位置。我今天的信心程度，我们应该可以80分有吧3个，我当然这样，但是我自己，他们体力都比我好哎。秋香哦，她最会跳啊，她跳的最有精神，然后动作最标准。哎呀，担心係一家庭呢，哎呦唔知叫對會唔會哦？擔心係一家庭呢啦，擔心係一家是跟不到舞步啊。後面哦，個同學我看到演到還唔曉得哦，佢要教演你哦，哦一步教。先使講一步教，演你還會記得。一下帶入我跳腳，演你聽唔到啊。學生係教演的吼，佢學熟練嘛，所以卡數整數。做數，佢啲同學安尼看講清楚，所以今日他個好多學會，比體驗有冇嗬，就進步下多咧。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就是跳错啊，然后可是很可爱，就是突然间就突然想起，这是这里，就是要放在这里，放在正确的位置，很亲切的感觉。阿姨就是如果有不会的地方，都会问我要再怎么做，然后再教我一次，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再做一次这样。很活泼，很开心，就是不会觉得很累。就是很乐意跟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跳舞。我对他们有信心啊，因为是我教出来，我怎么可以说没有信心呢？我相信他们会展现得很好，然后可以得到很多的掌声。然后虽然他们现在可能在后台后面有点紧张，待会的演出，但是我相信他们可以表现得非常的好。花样同学会很有趣哦，就是越问了妹妹正确的跳法，就发现自己很多动作都不正确。就希望不要好多的型呢，莫搞乱去改，如何尽量分走错误。因为啊，开天以来呢，踩球的方向其实每一个动作都有固定的方向，如何怎样呢？作为一般人作为妈妈就会难。姐姐还好吗？我已经走嘛，花样同学会同学来。我已经走嘛，过来，一直不过来，动紧张，会嘛？唔是紧张，普通人的好多如何咱大家都讲啊，反正成绩好，安尼愈高啊，关系愈好，我哋呢，啊，反正伊唔在愈看伊，好，我笑，笑，没问
钟哦，12分钟，没问题啦。好，好，准备上场。各位求者的，有没有很想要看表演的感觉啊？有没有？有就要大声一点啊！好，我们现在准备欢迎花样同学会2位出场。同学，谢谢。希望我们等一下跳完还有这种掌声哦。我们是客家电视花样同学会节目，那这一集呢，3个姐姐和我第一次尝试啦啦队的表演，那当然是速成班，所以呢，也靠我们的那个拉老哈，还有我们的同学的帮助，所以等一下呢，请各位看看我们的成果，好吗？谢谢大家，我们准备要开始喽。好，那我的麦克风交给老师，谢谢。谢大家那么捧场。那这群姐姐们都是，其实就是速成班，我们真的练没有多久哈，然后也才发现啦啦队真的是蛮难的。我来问一下我们的同学们，觉得姐姐跳得如何？讲实话没有关系。我觉得已经很棒了。有。的，那你嘞？你觉得嘞？他是负责后面要 cue 我们拿板子，什么时候拿，什么时候举起来，什么时候放下。我觉得姐姐可以跟上拍子已经很。那我来问一下姐姐们，终于结束了，感觉如何？感觉很开心，然后自己也变年轻了，然后就是这种年龄还有这种机会，太棒了！谢谢同学们，谢谢老师师长。那秋香姐呢？好高兴，好快乐哦！能跟大家年轻在一起，我们也变年轻了。谢谢，谢谢。啊，你呢？感谢老师不嫌弃，感谢同学帮忙，感谢现场同学同情的掌声，开心耶！帮我大赞！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大姐的反差最大。她本来一度要临阵脱逃，她一直摇头，一直说我不行，我不行，穿这衣服我不行，跳啦啦队我不行，她一直不要。结果今天最嗨的是她。你跟我讲一下你心情的转折好不好？因为
我也没有参加过这种的节目露营，而且一次要3个人一起，有没有哈？也不晓得自己呀能不能上镜，因为这是有录影的哦，不是拍照而已，所以我也很担心啊。所以第1天是很吃草，都不会笑。后来我们理事长说你要笑啊，我们难得一辈子能够3个人在一起。到光复高中是他的母校，我们要好好的表现。你们刚刚有跳正确吗？没有，手大概正确，脚就跟不上哦，但是应该还不错吧，同学们？谢谢，非常感谢，老师也一起来好不好？花样同学会成功，谢谢老师，谢谢同学，谢谢大家，大家辛苦嘞，什么刚刚？虽然很辛苦，然后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这一种的这个感觉哦，然后但是很开心呐，因为到了这种年龄哦，还可以有机会哈这样子给我这样尝试，所以对我来讲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我也觉得发现我自己很勇敢。哦，今天表演哦，19分，哎，少1分，请观众朋友帮我加1分。就是经过了这个考验之后，就觉得说，哎，还是我们活到老要学到老啊，要拿出这个精神，别人可以的，我们就可以，这样。